隨住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確認所有提名有效，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嘅161位候選人正式展開角逐。呢場關乎香港未來嘅民主實踐，喺理性與務實嘅基調中拉開序幕，全城正式進入競選時間。選舉論壇本應係市民喺競選時間中認識候選人嘅重要窗口，然而曾幾何時，呢個窗口變成咗嗌交現場，此起彼伏嘅鬥大聲、爆料抹黑、攻擊中傷，屢見不鮮。理性論政者往往被激進聲音牽制，討論深陷政治口號嘅泥沼。嚟到今日，我哋終於睇到選舉文化真正轉變咗。連日嚟喺港府首次主辦嘅多場選舉論壇上，候選人就促進婦女就業、地區交通規劃等民生議題展開深入討論。我哋亦聽到建言香港打造綠色航運樞紐，以至平衡人才引進同本地就業嘅具體方案。呢啲紮根於土地房屋、產業發展、區域融合、振興經濟嘅實質性討論，都係標誌住香港嘅選舉文化正回歸本真，以建設性對話取代破壞性對抗，用務實政綱替代空泛口號。曾經親歷3屆立法會選舉嘅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喺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直言不諱，以前論壇係攻防戰，如同泥漿摔角，只要對方唔好就係我贏。呢句說話道破咗舊選舉文化嘅沉疴，嗰種充滿火藥味嘅論壇，表面睇娛樂性十足，實際係全無內涵。如今候選人喺論壇上唔再鬥擊，反而因言辭有道、互動有理，為市民留出咗靜心聆聽、理性比較嘅空間。呢種轉變正係民主質量嘅提升。距離12月7日投票日尚有22日。喺選舉論壇之外，我哋期待各位候選人同佢團隊持續深耕政綱，真誠走進社區，喺公平競爭中展現政治品格，喺良性互動中凝聚社會共識，共建良好選舉文化。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啷啷啊！多謝大家。